主后2022年8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顺从执政者。圣经提到书，咱来对第3章第1节读到第7节，着提醒大家服从执政者甲当权者，通准备便便做逐项好事。着劝因毋通诽谤别人，毋通冤家，着和气友善，用温和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。因为咱家己以前嘛是无知识，悖逆行迷路，做种种情欲甲享乐的奴隶，伫恶毒甲嫉妒中底度日，互相怨恨，彼此厌恶。毋过，咱的救主上帝慈悲仁爱显明的时，伊有拯救咱，毋是因为咱家己有好行为，是因为伊有怜悯，通过互人重新出世的洗礼，甲圣神的更新来拯救咱。通过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有将圣神丰丰富富甲咱灌压，互咱靠伊的恩典得到称作义，承受所仰望永远的活命。以上，顺从执政者。今年2月，俄罗斯总统普丁对乌克兰发动战争，引发普世关注。俄罗斯正教会大主教基克尼毋但无谴责不义，反倒强调乌俄拥有共同历史。为着安尼，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俄罗斯正教会宣布和莫斯科主教来切断关系。还佫有280多名世界各地的正教会神父联署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公开批讲，永恒的折磨等待着遐个下达谋杀命令的人。因相信发动战争的普丁，伫上帝面前的确会受谴责，因为伊为一己之私发动战争，造成众多死伤，搁互数百万名乌克兰的人成做难民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当时保罗爱提倒提醒信徒，着提醒大家服从执政者甲当权者，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。这段话实在互今仔日的基督徒真爱约，因为对俄罗斯的基督徒来看，当权者就是普丁。若照字面看，俄罗斯正教会领袖基克尼拥护政府的立场，哪像无错误？因为爱服从执政者甲当权者。不过，若看接落来的，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，通发现伫乌俄战争中支持普丁政权，和做逐项好事是互相违背的。伫提多书，保罗不断提到好行为和做好事，可见顺从执政者必须以好行为和做好事做依归甲标准。保罗提起，真侪人因为无知、悖逆、迷失，成做各种情欲和享乐的奴隶，直甲活伫恶毒和嫉妒，互相怨恨。人无法度靠家己脱离这种境况，所以保罗提醒人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并毋是因为家己有啥物好行为，是因为伊的怜悯。因为基督耶稣的恩典，
互咱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得到永远的性命。所以，基督徒是毋是着顺从执政者和当权者，前提在伫这掌权者的行为是毋是有符合上帝的怜悯？对这个观点来看，俄罗斯对乌克兰出兵，通发现俄罗斯的领袖是出自人的情欲、嫉妒、仇恨，毋是根据上帝怜悯，也通讲也是活伫受罪恶奴役中。伫咱的社会有逐种领袖，无论是国家执政者、职场主管、一家之主等，检采上帝呼召因扮演无共领袖角色。相信上帝也希望因伫伊的怜悯下，会当有好行为，做逐样好事。所以，顺从执政者和当权者，拢应该伫即种原则下面来做，互咱通伫上帝的恩典中，随时随地便便做逐项好事。默想：现在国家执政者是我所喜爱无？我会顺从伫上位掌权者所有的政策无？判断的标准是甚物？现在国家执政者是我所喜爱无？我会顺从伫上位掌权者所有的政策无？判断的标准是甚物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面对执政者的时，是用活出你的怜悯，不愧伫基督十字架恩典，作为顺服啊无的原则，毋是用我个人的喜爱做标准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